又到咗偷懶咗幾日嘅國模消息匯總啦，你話漏咗啊？咁咪由佢啦。Hello everybody，正所謂一日唔更係如隔三秋啊，偷懶2日廠家想攞我命啦。面直接開始畫餅啦，咁無售同埋解限機聯動產品瞄準380蚊開售啊。呢次嘅遊戲測試玩家鬧聲一片啦，就睇佢改完之後做唔做人啦。不過隻機就真係幾好睇嘅，希望佢唔好出完呢款就絕版啦。然之後火將軍第2款產品灰托斯嘅灰模公佈啦，延續雜兵嘅榮光，我可以抽唔過你，但係裝備一定要夠多咯。準備接單啦，有興趣記得揾我上車啊，量販版299，豪華版369啊。老朋友一理創換果寶特工3魔動王同埋銀標王嘅灰模公佈啦，上一款合體都未出完啦，新嘅呢款合體同埋變形結構咧，比之前嘅更加複雜，設計師又唔知道剩翻幾多頭髮啦。不過唔使急啦，出晒前面嘅先啦，一理創換都準備做新一代嘅畫餅大師啦。龍機冇龍機點算啊？咁咪單賣咯，喜歡社魚王龍99蚊上車啊！你冇睇錯，就係之前機梁嗰條龍啦，唔需要介紹啦，上。呢款影子模型又有車可以上喎。冥將轉模型赤鬼若清盛換色特別版雪鬼188蚊開賣啦。新材料新配色特點保留加量不加價，主要仲降咗10雞添。所以有冇老細諗住上車啊？影子模型有啊。張作社曼陀羅10拍蒲公佈啦。139蚊售價衝下市場啦。有人話顏色有啲怪，咁你咪將佢當成開咗3紅咁唔怪啦。比較少有嘅冇大鐵骨嘅一款產品啦，特點就係飛彈發射特效件。然之後你有心心念念嘅駕駛艙啦，有冇一種快上車咁嘅感覺呢？神形科技悟空神形齊天形態合金骨架拼裝模型啊。所以點解要用赤龍王差唔多嘅配色呢？覺得有啲怪怪地啦。外形好唔好睇呢樣啊？真係各花入各眼啦。就係我覺得好似有少少矮咁嘅，武器矮，配色矮。從數據嚟睇，其實都唔係矮噶。個人建議可以再張揚少少啊，大聖嘢最緊要咩啊？型啊嘛。Slug 同埋星象屋嘅1:100蒼焰之雲啦，炎王188蚊開賣，出貨依然快啦，3、4月就話嚟啦。呢次嘅配色你咪話，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，同之前隻武王又可以做翻個 CP 啦。你估會唔會升價啊？嗱，又係繼續佢啦，高文設計師配色特別版 KK，俾個理由換色再版啦。然之後指導售價48蚊，唔計運費，係唔存在嘅。目前已經升到80加啦。新配色之下嘅外形其實都係唔錯嘅，但係售價嘅操作真係有少少迷迷地啦。君不見，只聽罵聲一片啊，仲不如直接講80蚊開賣好過啦。好啦，呢期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